正式所看福起来的之C.O. 的是柬埔无啦，今日阿群妹爱啊就化身成 C.O. 的。其实今日儿童大家讲嘛该，所以儿童大家讲啊，客家电视台的 ESL 节目有按到嘛该喏，有大家当初是那个问答游戏的奥林匹克，韩国有当到大家就叠卡通啊，韩国搞行业安咕安咕咕咕咕，要得按到的节目。不过有一集节目阿群妹爱，真係係印象当深，因为讲喏，因为佢係本身人呢用 C.O. 的观点去看同道事情，可能也得议题当严肃。不过 C.O. 的做得有其他的自家的想法咯。故事今日爱同大家讲 ，C.O. 的事件簿的 C.O. 的，佢也都有去到那片咯，佢也都100去到日本的东京，所以去日本东京中啊，跟喏接下来分享今日的来宾，分享小二事件簿的企划舒婷。大家好，我是企划舒婷，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去日本的故事。欢迎舒婷，然后呢，就会2位电影小 C.O. 哦，接下来分享派大星。嗨，大家好，我是派大星。好，那我一边是的小亮。大家好，我是小亮，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好，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摄影棚非常的青春洋溢的感觉？阿 Q 莫雅立刻少了10岁，变成15岁，但是还是比他们多了很多岁，是不是？好，那我今天就是想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啊，你们去了日本，去东京，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去东京这么好呢？先问舒婷。就是小欧事件部，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跟儿童有关的相关的议题，然后营养午餐这件事情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小朋友在小学里面从1年级到6年级，除了放假，除了寒暑假，然后除了半天的时间之外，都要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所以会吃到很多餐营养午餐。那台湾的营养午餐呢，其实有不同的各种的问题，各种奇怪的现象。那当然也有一些做得不错的地方。那我们去年呢就做了1集节目，在介绍台湾的营养午餐，然后也访问了很多不同的学校里面同学对营养午餐不同的建议、意见、想法这样。那后来呢，我们知道了，就是从一些讯息里面看到，在日本的营养午餐，他们有很多有趣跟我们好奇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后来就计划了一趟行程到东京去了解一下日本的营养午餐，他们做的怎么样，然后做了些什么。其实有真係一件懂神奇的事情，用我应该会按你讲，因为先前看过一篇报头，看过一篇报道，它的内容是各国的小学的营养午餐，他们小朋友是吃什么？你们有看过那篇报道吗？有。那你们的感觉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的午餐你们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午餐？或者是什么类型？好了，可能不记得国家，但是你们应该记得什么样的类型是你们喜欢的营养午餐？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了，好像没有一个我特别有印象、特别喜欢。真的吗？没有特别喜欢。那你们去日本之后呢？你们去了日本，看到那里的营养午餐，觉得跟你们想象中的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怎么说不一样？因为以前看报道还有卡通里面都是日本的妈妈很厉害，然后很会做便当，所以我在想日本的小孩每天午餐应该都是吃妈妈做的便当。对，因为感觉就是应该要很缤纷、5颜6色的，比如说什么小香肠把它做成章鱼，章鱼的形状，然后小兔子便当、熊熊便当那些的。结果呢，现实是这样吗？不是。哦，那现实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去日本之后，就是他跟我们台湾的小孩一样，都有营养午餐。然后他们班上，我们去的班上都没有一个小孩是自己带便当。可是日本的营养午餐，我觉得跟台湾的差不多。真的哦，所以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们去日本啊，我想说你们为了营养午餐这个节目去日本来拍摄，那中间我觉得行前的过程应该有点困难吧？你们想到要去日本，有觉得很紧张吗？会啊，会很紧张。因为就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出国。真的哦。那你觉得去日本最困难的事情，让你在之前最害怕的是什么？语言吗？语言会让你觉得很害怕吗？
其实不会，好像很好玩。为什么？你日文那么好吗？没有，还是说你就是之前有学过日文？有，可是就已经暂停很久，其实差不多都忘光了。可是会觉得很有趣啊，感觉。我不知道哎，就不会让我紧张啦。我觉得好像很刺激。哇，所以是很刺激的事情。但是语言的部分，我想问一下舒婷，因为毕竟你们是要去做一个采访、一个报道，是不是有请到谁来协助你们？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会有要去日本这个行程，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上下游这个网站里面有关于日本营养午餐一系列的报道。那刚好负责这一系列报道的记者就是我们一个认识的朋友叫嘉颖，然后他是一个长期都在日本关注就是农业或是食物，然后儿童营养午餐的相关资讯的一个记者。那后来我们就找上他，然后联络到他，然后也请他就是帮我们联系，就是要采访的单位跟对象。那因为其实日本的小学是很难争取到进去采访的机会，因为他们对于小朋友的就是一些隐私权啊什么比较注重，所以我们算是在这方面争取了很久，然后才有这个机会进去他们小学访问。对。那对于拍摄嘉颖提供的这些协助，那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你们觉得嘉颖姐姐有提供你们哪一些协助吗？就很谢谢她，因为很多我们想好奇的事情都是她帮我们翻译的。所以她是日本人嘛，她嫁到日本，所以她现在已经算是半个日本人了，所以她对日本的生活非常的了解。那你们有没有透过她学习到一些日本人的生活啊？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东西，非常在地的东西，叫做纳豆，大家却不能接受。那你们自己吃纳豆，跟嘉颖姐姐吃纳豆的想法是什么？她其实超喜欢纳豆的。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拍摄结束，我们在吃饭，她就拼命夹纳豆，然后我觉得很讶异，她却跟我讲说纳豆很好吃。可是我们两个自己吃就不是这个样子。它一开始就有一种像咖啡的味道，然后咖啡，对，真的就是有那种味道，可后来就很苦，然后臭臭的。可我觉得苦胜过臭臭的。苦胜过臭臭的，苦胜过臭臭的。所以其实啊，台湾同日本啊，真嘅有懂得无相同、无共用的素材啊。就像一开始家的没有讲，你们对于日本的营养午餐的了解，可能是从卡通。可能是从有一些影像，比如说樱桃小丸子好了，你们在樱桃小丸子看到营养午餐，跟我看到的应该差不多。我在樱桃小丸子里面看到营养午餐，其他的是翻那粉色啊，可能会有负责，比如说装菜的小朋友，他应该是每天像是值日生的这种概念。比如说今天是我，然后我就负责帮大家装菜，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吗？对。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菜，可不可以跟别人说，我这一样要少一点？这样我记得是可以啦，可是我看到比较多是，我看到有一个小男生，好像小霸王，就跟他讲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就是樱桃小丸子的小山的概念，对吗？所以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东西我想要吃很多，所以你就叫他夹很多？我个人是没有，我没有特别，因为它看起来很少，可是你吃了就饱了。真的是因为你们胃太小吧？那你们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在日本最好吃的营养午餐哦，学校的营养午餐哦。你说跟台湾的差不多，但是应该会有一些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多差很多。刚刚我是谁说差不多的？我个人觉得差不多。为什么你觉得差不多？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没吃过很糟糕的营养午餐，因为我觉得我的学校有自校厨房，所以我们的菜不会至于到是冷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可能有3个菜，然后1个汤。那日本也是一样。那比如说像是各个营养比例的分配呢？你们觉得吃到的东西，比如说会不会饭比较多，或者是说青菜肉，它们的比例有平衡吗？我发现他们的我们营养午餐不是有时候会出现那种炒的菜吗？对，就其实我还蛮讨厌那种炒的菜，他们会炒得很油，很油。但是日本好像我发现炒的菜比较少。我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红萝卜啦什么的。红萝卜是因为你个人不喜欢？我是说红萝卜，然后可能还有木耳什么，全部炒在一起的那种。可是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会有很多炒在一起的青菜。
其实我后来回台湾之后，我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说，日本人其实蛮养生，他怎么会营养午餐里面没有像台湾一样，都一定会有一道独立的青菜？就台湾一定都会营养午餐一定会有一道有机或是时令的蔬菜，可能高丽菜、地瓜叶等等。可是日本却没有。然后我后来想过这个问题，想一想，想说，其实小孩子的青菜一向都是反感的，那日本只是把青菜或是一些有营养的一些就是蔬果，然后藏在那个每一道菜里面，让你藏进去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吃它的猪肉冻好了，它可能是把高丽菜或是木耳一起进去炒，那你可能不会那么在意那个青菜，所以你并不会感受到不喜欢的蔬菜在它的营养午餐里面特别的突出，对，所以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青菜，所以就不知不觉全部吃进去了。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不然怎么会没有那么独立的一道青菜？哦，古时候啊，唔可能也着小学啊，也着去日本，可能也着食的东西，韩国上的日本同台湾的无共样。等下休息一下，再过来谈也着的观点哦。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啊，係你小歐斯캠프、小歐斯캠프也就節目，也就去到日本東京去看也就嘅營養午餐，也就看到嘅按到嘛嘅喏。定然阿權冇印象當中啊，日本人愛吃飯的時間，就像我看櫻桃小丸子。或者是我看任何只要跟学校相关的卡通，你看到他的吃饭以前他的会跟我一激发，就是会说我要开动了，但是我看的是中文。来，请两位小朋友帮我示范一下日文的说法。就是他要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他们都是会说，就是おいしいの給食いただきます，就是好吃的营养午餐我要開動哦。那吃完之後呢？吃完之後呢？就是他們是。美味しいの給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好长哦，阿 Q 梦雅真的好厉害。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刚刚前面是说好吃的营养午餐开动了，然后吃完就是说好吃的营养午餐我吃饱了，吃饱了，类似这样。哦，但是听起来，感觉起来这是一个吃东西的礼仪，但是其实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它背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对于感谢食物这件事情，我要感谢我眼前的营养午餐。我眼前的营养午餐吗？其实因为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也会常常叫我说要讲，我们开动之前要说谢谢大家。那其实明明就是只是吃饭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后来我老师有跟我们解释说，我们要感谢老天爷，然后感谢农夫，感谢，就太多人要感谢，那我们干脆就说就谢谢大家，是包含了那么多我们要去答谢的人。所以其實啊，也係一種感謝也得食物嘅來源，比如講剛剛派大星講嘅，佢會感謝按到農夫，感謝按到生產食物本嘅人。古時候啊，我覺得這就是食農教育的一部分。在台灣，我們現在常常有引購食農教育，但是在日本，它好像不是叫食農教育，它有一個食育法，而且據我所知，日本是第一個把食育法列入國家法律的國家，是嗎？舒婷？我们这次去日本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很希望看到他们在食育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怎么做。因为像你刚刚讲的，他们把食育这件事情入法，他们有一个食育基本法。那这个法律它就是主要是在鼓励，就是除了学校里面的食育、家庭里面的食育，还有社会上面的食育，就是他们整个社会文化一起来推动大家拉近人跟食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其实像在就是学校里面，他们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面，就是把食物教育这件事情放进来。比如说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他们就会介绍到说，像日本的江户时代，这个时候的人是吃什么样的产物，那这些人吃的菜有什么特色，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把食物这件事情放在很多层面上面去介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只要就是吃到营养的食物，你要知道说那个食物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要吃它？我觉得他们听刚刚舒婷这样讲，我觉得日本的课程编排还蛮特别的。像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历史课，我就专门只有上历史课，我并不会因为说历史课我牵涉到食物，我就去讲食育。
但其实刚刚舒婷的讲法是，他会把食育放成一个大方向，然后来调整其他的课程。比如说在讲历史课的时候，我在讲关于食育的部分。那其实这样子的课程编排，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那像是派大星好了，你在学校有类似食农教育的课程吗？有，就是可能像国中的话，我们是升旗的时候，可能会突然跑出一个那个中央厨房的营养师啊，就是跟我们解释。可是国小我比较印象深刻，可能就是一天当中可能第4节课或是第几节课，就突然就是因为我们国小有自校厨房嘛，然后就是营养师也会来跟我们说，要多吃5蔬果啊，或者是什么天天要有多少的蔬菜量等等。所以就是类似营养的教育，告诉大家东西都要吃，要怎么样饮食才会健康。但是老实说，你觉得这样子的方法，你可以很想要听他的话吗？很听他的话，我觉得国中生比较叛逆啦，就是我们就是在听的时候就会很不屑，就说青菜那么难吃，要怎么吃下去之类的。就是所以感觉是有困难的。对。我觉得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以前不喜欢吃秋葵，因为我觉得秋葵翻就是那个滑滑的，有那个黏液，我觉得很可怕。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吃了？因为有一次我家种了秋葵，就是我爸妈他们种了秋葵，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家里种的东西。其实我看到它的生长过程，跟我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植物，我变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畏惧它。我知道那个黏液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我不是只知道说这个黏液固胃啊，秋葵钙质很高啊，所以大家要多吃啊。但是我是因为知道说这个就是因为它植物本身就是会长出这个黏液，所以它是天然的，它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那在台湾的食农教育，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学校，他们可能会带小朋友去田里。那派大星跟小亮，你们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我没有。我之前是看过，我去采访别的学校看过，真的有学校就是他们学校自己有田，或是带小朋友去别的田种事情，真的超棒。可是因为我们的学校可能在市区，就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那在日本呢？日本的食育是不是也有把这样子去农地自己耕种的课程放入课程里面？有，就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个小学，他们的菜园里面，学校里面是有一个菜园，校园有菜园，对，学校里面有一个菜园，然后大家就一起种稻米啊、马铃薯啊，还有好像还有什么青椒，青椒，青椒是他们自己每一个年级会种，还有茄子，然后番茄，有番茄，还有白萝卜。对不对？种好多东西。对啊，那他们的菜园很大才能种那么多东西。也不是啦，就是番茄、青椒跟茄子，他们是每一个年级有一人自己的小花盆，一人种一株。我觉得他们很聪明，这些都是小孩不吃的东西啊，你自己种出来你就会把它吃掉。对。可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去的第一间学校，因为学校自己没有菜园，然后我们后来有去一个高丽菜田。去一个高丽菜田，是带小朋友去高丽菜田。没有，是我们节目有带我们去高丽，他们学校附近一个高丽菜园，然后那个阿伯就跟我们说，那个学校有的时候会带小朋友来参观。然后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我们学校从来不会带我们去户外教学，去一个菜园，或者去一个农地去下田去体验等等。所以如果夏天去体验，你们会对这个菜有更多的喜欢吗？就跟我一样，也是会，对不对？应该会。所以其实亚洲黑艾丽深有食育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呢，他们的食育不只是只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去认识食物啊，或者是去田里看植物，或者是自己去耕种这些课程，其实底下的还有一点懂得你啥的东西。这个可爱的玩偶，它是什么呢？你喜欢对不对？它是什么？一个鱼的解剖的娃哦，它是鱼的解剖娃娃，你要把它解剖吗？这么残忍？抱歉了鱼，好残忍哦，断头了。抱歉了鱼，这是它头。掉出来了，那是什么东西？它的内脏掉下去了。所以这是它的头，然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它的骨头，然后对不对？就有分写它的部位，有写字，可是这是日文吧？其实看不懂吧？就是腹皮应该就是指肚子的那个，然后里面是这是鱼蛋吗？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总之呢，身体里面掉出来，所以就是他们有这些可爱的玩具。舒婷，你是不是自己也有买了一个？听说。
对，我也觉得它真的很可爱。那你觉得这是他们学校出的吗？还是政府出的？就是哪里来这些可爱的玩具？其实有一点有趣，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政府单位或是任何一个老师发明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卖煎鱼料理的商店的老板，为了要就是跟大家介绍就是鱼，对，让大家更了解鱼，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东西。那他们在日本有一个机构叫做给食会，那他们就有把一些有趣的食育的教材都收集起来，然后放在展览的地方。哇，所以刚刚说的这个给食会啊，要在机构也就会同做在本身呢一点好奇，给他们一点教育的一些玩具，把他们收集起来，再给小朋友当做食育的教材。当神奇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讲。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福喜来的节目。今日节目里度爱同大家讲的是小学的思캠프，也就小学的新日本东京，看起下就吃的东西，看起下就会营养午餐是什么嘅。刚刚有讲到吼，日本有老食育这个课程入法，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食育这个部分的。那我们也讲到说，他们有很多可爱的好玩的玩具，像刚刚那只鱼，那也是他们的教材之一。那其实他们的教材不只有鱼，对不对？还有什么？有一颗包子。包子，包子要教大家什么东西呢？它是包子，它可以把它打开然后里面你就会看到包子的材料有哪些。还有一个猪头，然后有一颗高丽菜，还有一个香菇，一个笋子。所以这样你们就知道包子里面有香菇、猪肉、笋子、高丽菜。哇，这是一个最好、最简单，而且本身的全部记到弄给底度的一种丰盛嘞。他们就这样子，你们就这样就可以全部记起来，包子里面有什么，对不对？对。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哇，这个包子其实很大哎，猪的头，就只要打开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包子的材料的娃娃。哇，所以其实像日本这样子的玩具，有包子，然后有鱼，还有你们看到觉得很好玩的有什么呢？有那个纳豆娃娃，纳豆娃娃，你不是很讨厌吃纳豆吗？对，我很讨厌吃纳豆，可是那个娃娃很可爱，就是有一个大桶子，然后里面放着很多圆圆的小东西，然后用白色线牵在一起，放在桶子里，还有一块黑色的布，咖啡色的布代表酱油，跟一块小块的黄色布代表那个黄芥末，就是在怎么说？纳豆材料，没错，内容物有哪些？打开来然后看。那个纳豆每一颗都有脸。好可爱，这样捏就好可爱。所以你喜欢纳豆娃娃？那有因为纳豆的玩具有觉得比较喜欢吃纳豆吗？应该没有。我会想要吃看，就是因为玩具没错啦。但是真的吃了之后，我没有比较喜欢它，纳豆不好吃，还是很害怕。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豌豆的玩偶？有豌豆还是毛豆？没有印象，有毛豆还是豌豆？有吗？没有，就对，没有特别有印象这个啊，但是有一个细菌，就是会让你食物中毒的各种细菌。你说细菌，我还以为说纸质菌，就是它会有一个木箱，然后会有一本故事书是在讲食物的故事，然后就一张一张插进去。哦，所以其实他们食农教育的东西有很多，甚至从刚刚讲的食物，还有到怎么吃东西、拿筷子的方法，是不是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玩具？小亮。听说你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还是说你很厉害？我勉强夹起来，但我好讨厌那个黄豆，迷你一个一夹起来就 biu 喷出去，不知道跑到哪里。这是在给食会的一个墙上，然后就设了一个可以让你学习如何拿筷子。学习如何拿筷子，它是有用什么方式来让你学习如何拿筷子？有一个手套里面塞很多棉花，然后会摆一个拿筷子正确的姿势。所以它会摆好拿筷子的姿势，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夹起来，它就会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可是好难哦，真是讨厌的东西。有简单也有难的，有很大颗橡实就很好夹，然后最好夹的是那个啦，那个通心粉，对，那个通心粉的形状的一个模型之类的通心粉。所以其实像这种
怎么拿筷子，怎么夹，在日本的给食会都有可以参观可以玩，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日本有给食会还有给食中心，这2个有什么差别？我想请问一下舒婷。给食会跟给食中心，因为都有给食这2个字，所以一乍听之下就觉得会有点混淆。那其实他们是2个完全不同的单位。那给食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大型的厨房，就是它是大型在制作，专门在制作营养午餐的一个厨房。可是它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公家管理的，也就是它是东京市市立青梅市市立的一个单位。然后给食会的话，它是专门负责就是提供营养午餐的需要的大量的食材，比如像是米饭啦、面包啦、面条啦、牛奶啦这些大宗物资。那它也会就是因为是要提供给营养午餐的小学生吃的，所以他们会特别在不管是农药的检查啦，然后细菌的检查，它各方面都会很针对这件事情很注意。所以他们对于小朋友吃的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不只是只有这些，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从原物料都很重视。其实他们对于某一种食物很重视，而且还帮他开了一个审查会，是什么呢？派大星，面包审查会。面包审查会听起来有点可爱，可是又给他一个审查会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感觉蛮专业的，就是一开始。对，就是会觉得他应该是拿那个放大镜看面包啊，拿显微镜看面包的毛细孔，就是不是孔那个洞之类的。对，那你们有去面包审查会看？有。可是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们是穿，就感觉上看起来很正式，没错。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搓一搓，然后捏一捏，然后闻一闻，然后再继续搓。可是让我想到我1、2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同学早餐不吃，在玩面包，就是可能会丢来丢去，然后捏来捏去，或是一直闻啊，或者撕开之类的，反正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就是他们搓之后，还要把面包拿去测它的体积。测体积耶，体积哦，不重量也有测，但是测体积。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在对待这个面包，很认真严肃的在玩面包，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因为它方面烘看到要的，他引压的，真以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面包。那面包审查会的目的是什么？面包审查会的目的就是，因为面包就像刚刚讲，它是在日本营养午餐里面很常出现的，就是食物。那他们要检查它的，比如说它的颜色、它的味道、它的重量、它的体积，然后来判定，从这些去判定说这个面包的品质到底好不好。那每1年都会举办一次，就是拿就是很多面包来搓一搓，然后审查它的品质，看就是符不符合标准。哇，所以像之前我们台湾面包就会有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香精啊，或者是一些蓬松剂比较不好的东西的添加。那在日本，他们其实是有一个面包的审查fee来帮他做一个过滤，然后给小朋友吃安全的面包，对不对？哦，所以其实那你们去日本，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学校看到他们的食农教育？那刚刚舒婷一开始也有讲了，你们的日本的食育是从家庭、学校、社会各个层面来做的。那深入家庭的食育又是怎么样呢？深入家庭的食育，你们是不是有去日本人的家里？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去访问到2个小女生，然后当然都不在学校，就是有私底下有约。那我很讶异的是，他们说他们可能会上日家政课的东西，然后可能会自己煮东西、自己切菜什么，我真的超讶异的。所以你们在家里有煮过吗？有啊，可是妈妈常常就叫我说，你出去不要笨手笨脚，不然等下受伤怎样。所以我常常就不太会接近厨房。但是你们去日本，小亮你想说什么？你在家里常常煮吗？也没很常，可是我的感觉是，就算我妈妈不说，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笨手笨脚。可是我就让她把厨房烧起来。那所以你们去日本是去烧别人家的厨房吗？我觉得快了，我觉得她妈妈在旁边看得很紧张，就让我们就是我和小亮还有那个日本的小女，就是她妈台湾人，她爸爸是日本人，她叫凯燕，然后就我们3个在厨房里面煮东西，我觉得她妈妈看起来很着急。在旁边一直看，然后一直想帮忙，因为他就觉得怕我们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之类的。那你们煮了什么东西？汉堡肉，然后还有咖喱汉堡肉就是
就是谁做的这么厉害？凯燕超强好优秀哦。然后还有小亮叔很喜欢吃鱼，就他们竟然说他们每天都吃鱼，就是都是烤鲫鱼。好。所以你们去日本的家庭，跟日本人一起做他们做大家吃的东西，一起吃饭，一起过生活。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有交到好朋友吗？有，就是我现在看见画面就想哭了。怎么了？就是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哭得超难过的，很凄惨。怎么说？为什么会很难过？很舍不得。就是我没想到我这样可以跟一个没有很熟的人一起做菜，然后甚至我觉得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啊，怎么会有一个节目让小孩去体验那么危险的事情？会危险吗？还好吧，除非你乱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危险性的，就是可能菜刀切到手啊，不然就是火烧起来会有危险之类的。但是体验之后呢，你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做菜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困难。本来是没有觉得很难啦，但是我就觉得很酷啊，因为我没有跟朋友一起做过菜。所以其实虽然这些事情呀的事情谈起来对 CEO 来讲有一点点的危险，但是我相信所有在场的大人，包括导演啊，所有的公众演员，全部都是在看着你们。那最后30秒钟，有没有？我想问一下派大星跟小亮，有没有想要跟导演说什么？我们辛苦的导演跟制作人鸿儒想要跟他说什么？听说他是不是常常欺负你们？他是欺负我了，他在小亮。比起其他人他好很多。现在是要大爆料吗？那我没有呀，我不能说。对，你觉得对于这个节目，他们常常把你弄哭，为什么？把我弄哭？我因为他现在旁边，所以呢不能说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要说谢谢还是很生气、很讨厌他，因为他一直害我哭，他让我在这9天之内流了超多眼泪。在日本的9天之内流了超多眼泪，刚哭就快哭到脱水了吧你？我就一直哭，至少一天应该是1次以上吧，就是一直在哭。哇，鼓手啊，你看有條聲音呢，去日本去參加CEO試験鋪嘅錄影，見到好多東西，以為當到無共同嘅體驗，希望見到今日來到你節目當中，謝謝舒婷，謝謝派大星，謝謝小亮，謝謝你們。香港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影響下來好好運動了。